或者下周的，我看是没尝过去不吧？大家这个专门都这差不多啊，这说说别的不是不教育东东，第一考在专门的去，我都是对人家不去，拿了当家的去，尝不尝下去不吧？这个希望的去。Carly 啊，有了隐瞒就不正常了，所以切上干肉了就是是吧？是吧？干肉没我那没尝不赢呢，卡里那些都个吧？你那个卡里没写了没？工作单位留下了没？稳定呢稳定。Carly， 咱们直播间的这些男同学们真的，哎呦，工作间求求你们了。看上去干肉马上也根本都不啥做，你不毛给这些都我们都，给这个哈我们都，工作这样做。工作这里也说的，工作这里上来，工作这里上来。刚刚来电话了，呀呀，工作这里这是嘞。这是了，这是了。工作这里听没谈过音吧？听没开始有牛语。之前这里面姐唱歌节什么，这个的有牛有那些个的有牛没？工作这里听啊，老看最近吧，身高看最近吧，两个看了几个月，但他看话语，看了几个月，吃上去乐不大，你看，我们去来了，什么学都得给。我你三个那个的国家电话能有？呀，ani saja wayu saja di inji minji lopur saja malam na ini di kau yo mari mi saja拿出来有拿出来。ya抖音那8呗抖音那8有个。呀不么错不的国家电话那有啥拿出来印啥哦呀听这里下不的我是当给朋友多哎8的小有名都8的被没事做不下下8的digda guda确实8的就不晓得这个肉吧对菩萨地里下不么错不的我是当这个朋友呗原来俺给出去过的应的不么错热头不嘛这啊，既然做那个也不运就点是差不运就，既然做热头不接不的，啊不给过不当多啊，这不就大的工作，不么错，差不多就要刹车，跟自己真的差不多的时候，啊不要等着那种非常优秀的，那种没有，好吧？哦呀，大菩萨既然我是当年这个民族，这个这是嘞。大菩萨让修教啊，菩萨我是当给民教这个，这个让给我们多啊，这个了，西藏特产这个给我们多啊，因为他既然是我们这个呀用，给西安小铺这个呀用呢，我们做呀用我们多啊，呀这小因的，他怎么这个嘛用，别把穷大一百，呀，别把穷大这是的嘞，因的不错呀用了啊，上麦了以后，直播间的哥们，首先说一下你在哪里，第二。说一下你的年龄是多少？可以的话啊，不想说也可以不说。第三呢，介绍一下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打工也打工，做生意也做生意，哎，稳定也稳定啊，做什么说一下。然后，如果你个子够的话，说一下你的身高。然后你经济条件好的话，说一下你的经济条件。然后你性格好的话，说一下你的性格怎么样。OK， 全部说一下。说了以后，看看有没有人喜欢你。OK， 哦呀，要用这个写写啊。我们有看着的，有没有人喜欢你？啊，为什么要说？不说的话，谁也不认识你，那他们怎么会喜欢你呢？怎么会愿意和你交朋友呢？因为啥都不认识，啥都不了解。OK， 哎呀，上来了以后多介绍一下自己。OK， 哎呀，这是的嘞，呀，菩萨既然给说我这期啊，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在拉萨工作。老家是那区的。呀，但老卡最近26。拉萨那个稳定这边打工这边从几个月？打工的。打工去的呗。但差不多跟打工一样。呀，抖音那8呗。呀，应的不错，菩萨定我是当年这个月呗。27是呗，26之下，打工去干这下，拉萨有没有姑娘？有那牙说，不错，上麦，想看到认识的有的话扣6啊，10、9、8、7、6、5、4、3、2、1，菩萨了 number 定的话，他卡上过去啊。有。打工其实不定的有那卡上啊，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做我的女朋友可以吗？可不了啊。
来这个了，哦，那是都是的嘛，对起，俺做那不真正的说价钱的或者嘛的，看嘛不上去，手价个多的。那么这个教育呢，那普遍出主动去给鼓的，或者下面的边做教育，日本这的边做全部的，那普遍出给小孩用的，像俺做说的，那么真正的说，赶快冲跟姑娘聊天。哎呀，俺的工作，俺作品了点赞滴介绍的，牙刷的我这些都，哦的工作没洗个嘛去点赞前面的话，要不点赞这个就是俺作品了工作，我等过来是有，你也可以过来呀，这个姑娘可以过来，我等会过来呀，主要是我这边是管理噻，所以没有女的啊。休息的时候，兄弟，你又不是24个小时上班呀，休息的时候 ，OK， 多主动，多主动。哎呀，美羊羊真是的嘞，真是的嘞。美羊羊让天天直播呢，第一次赢呗。呀，让朋友看得赢吧，我有点害羞，给木马了，我姑妈闺蜜吃过见面，教育那害羞了没？就让教育呗，这个。美羊羊，你是第一次来直播间是吧？是的。呀，让家乡看得赢吧。我是来自那曲的，今年25岁。呀，地上这边，地上这边。是的。长得挺好的啊，自信一点哦。长得挺好的。他的考娃友现在在哪里？我在那曲工作。呀，我放假了，恭喜你！赶快买牙刷，拿去工作哎。你是打工人吧？稳定工作人吧？稳定的。呀，让单身的这推出快速介绍。 4-5个月吧。呀，4-5个月。是的。都是从韩国交去，他干啥在韩国？4-5个月单身的呗。OK， 他人呢，那就是不明多哎。那就没有你喜欢的人吗？我喜欢的可能都不太爱出门吧，没遇到。呀，当然没样跟是这个的，你没样让不看这几图呢？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男人你可以接受做朋友？就是工作差不多吧。现在在弄头发 ，very good。工作跟你一样稳定的一个男人，年龄大概25到30岁的话，可以接受是呗？25到可以。OK。然后呢，工作在拉萨也可以，日子也可以，拉萨那去哪里都可以吗？可以。Very good。最好是那去的。Very good， 特别棒，特别棒。这个姑娘我喜欢啊，性格特别好。首先觉得她好看的扣个6，赢到 everybody。我们的人就多是啦啊，俺给出去扣的。我们的人就多了，跟这个俺给出去扣的。觉得她好看的啊，都扣个6。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呀，我们的人就多哎。 您就不懂得，俺给出去扣小，快点！哎呀，大家扣个666啊！他长得好看的话，请扣个666。Everybody come on！ 身高1.68米的呗。怎么知道的？猜对了吗？净身高1.68米，穿鞋可能更高一点。Very good。穿鞋的话1.71米、1.72米，对吧？对的。Very good。 那我们的男同学的话，身高有要求预备？最起码比我高就行。呀，1.7米以上都可以接受，是吧？对的。Very good。OK， 直播网络里面的话，不工作稳定的预备，最好在那去拉萨也可以，日喀则也可以，那曲也可以，山南也可以，林芝也可以，成都也可以，阿里也可以。 OK， 有的话下面扣个评论，然后上来跟这个姑娘聊个天，看看你们两个能不能合得来，能不能交个朋友。有啥工作稳定一般不错，两个店铺一般，点击不止压缩，点击不止。老。干嘛开始掉啊？俺那个不了，就我这钱让我这钱过啊。老。对的，不给通个的，价钱那么点钱对的。187今年20可以马上稳定是体制内yes。 这个叫稳定，因为国家在后面啊，各位朋友们，这太稳定了，人家有退休，俺做老板过不定那多久了？像我这种打工的人，老板倒霉了，我们完了呀。我们还敢说有稳定？老板说我不干了，那你也走了嘛？
要上俺做稳定可以有嘛的工作。哦，做生意也不是很稳定啊。今天你赚了10000块钱，明天不一定能赚，明天亏2万也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是做生意不好，有时候你一个晚上就赚，人家赚10年的，你一个晚上就赚。阿嘞178拉萨给人啥呀说的？菩提呀说的。那这个男的上麦，178拉萨教授，very good，哦，就这样，你看这个 Messi 聪明。我的话自己倒霉就完了，萨卡尔过去嘛说，你的 Messi 呀说的 Messi 呀说，就完了，萨卡尔 Messi 真是的嘞。这是的嘞， Messi 让抖音那8月呗。约了，呀，俺婆们的名字定音的。拉索，菩萨让你怎么对了呗哦， ？OK， 菩萨的，我那就婆们的来不多，那就婆们，他27岁的话，菩萨的27岁，然后拉萨给人意思的，工作稳定的话，不然你来不多，你们2个聊个天怎么样？可以。哦呀，没样样的，俺这的来了，俺这来了 Messi。让给认真切，俺这没样样的，给这些节目让人感觉也不去觉得，你感觉也不强呢，他会跟你做朋友，你从朋友里面的故事就开始了 ，OK？ 拉索，我们的拿出来工作稳定者，25岁，身高1.68米，8通中哎。通去了。OK， 他前头让给这学的，应的，你跟他聊个天。没让来跟一下，听你对的，好的话。那私下聊的吧，推。No， 来了，让给没多哎。谈到婆们的人都给些这对的，之前呢，引进民间给你出那的样学的，没出没来，我的话，让婆开始对的，让婆们单身开始，让心里也不接，让工作稳定些，可能也不多呢，让了关注这样个的。那是。好，阿来婆们的了给学的，没样样了，打招呼去的。没样样，你好。差不多应的，一个温柔才真的，婆们很像他，一个也不应的，一个也不，应的，然后没样样，不去的。没样样，你好啥？没样样。你好。哦，没样样 package 去啊，一到俺这面试。你好。让给没样样了，3个问题给这提的，问3个问题。没样样。菩萨的啥子口声不就这头对？能不能找个安静一点？这吧。找个安静的地方，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了解的。口声不这的，应的。那走。俺最婆婆尴尬就马到位，尴尬是那让来过的，不要不去吐送啊，得身高1.78米有是的，工作稳定有是的，人家打包吐马的怎么？俺菩提西个也不知道的，老说是个什么多，不念中也不知道没，给这学的，之前那样渣男应该嘛的，但是我不认识他啊，如果说借钱他，马上有那拉黑，没有的话好好的联系，俺最没样样。你好，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噻？我没有啊。哦呀，给这学的没样样，害羞什么？你有，好吧，不要害羞，一看就是这位老师长好，杨嘴杨秀，俺这Messi，喽，你的不问题了，3个问题给这提的，你想了解什么？问一下。美羊羊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男孩 ？Nice。什么类型？就是就肯定要圈子干净一点，就不乱搞的，就老实人就行。OK。对长相没有要求吗？这个怎么说呢？看感觉吧，不是说非得要长得有多帅，主要是看人品嘛，对吧？我认得。那第3个问题，Messi 给这忙学的，我有这没法，他别就懂的。让谁个也不懂的，我老婆开始让哭的，Messi 他的哭个不大，这是机会，真的把自己表现的好好的，然后下面有些真的你想要的那种姑娘在看着，她觉得你这个人不错的话，她会给你点关注的 ，OK？ 下舞台10年，上台10秒说的的，要咋才能根本就得疼进去的。那是，那个男人呢？这别去吐个小舌就算了，洗个牙不去，俺出去路过，你咋先学了？你怕做护官真的溜了哎？可以，我关注了。那是我关注。阿来护官这万蛮切的。那是。护官今年让感觉没那一个给。那是。阿来感觉也不错的，阿来感觉也不错嘞，这老板。你那是。感觉也不错，怕就我们
你不定我那简单吗？这位是个也不去读啊，什么呢？让你认不认识？哎，每样样给当地了做给了，圈子干净搞不有事。哎，俺云南的圈子算是干净吧的，他妈那听个没，啤酒那听个没，但爱或者是太久家的是搞不是。他让给他的看见lâm脚的个，父母的个年年出去，给这年不先叫嘛的话，看上不去都是用，给这年不些，俺父母忙不当个肉的，俺父母我也lâm多啊。啊，父母不是想他的。你就我那嘛的话，看是那不看些个父母看年年出来，他们lâm不多啊，啤酒都个没，他妈听个没，听个住个没，那个稳定音，身高1.8米，也不有我出那，而且这个看lâm呢，我lâm进是个些，父母看些，ani merci jab ani这么这吧嘛是我也是个多啊，对不嘛的话。tinday mara jina tinday kaba tinday membe jumze shoda jumze la jumze ta kande se ore tinday pingshi ngunde changa ande doya chönze des me ane ta tabar tajure gya shabanje da tajure gya ne tar shiri ya ye ta so da kan de je tuzo ka zu chen so tuzo loji la chen ta pomo ya bo tu na pa chang se je samlo ra ko du we la lo tan da ni sab din re be Zela. 00年的呗。他我那这不的，罗你这不对了嘛？讲那孙就是南大03南差不的。俺那别去差不的，他的大大的，我那人想法也不多，不见了什么个多哎，不么见了什么个多哎。不么见了。对，这些，让你这个啥？我自己给这忙不写的，对，俺那关注类用个的，关注类的。让嘞喂，不听这个让干那关注起个的，让嘞不么听这关注起个的，引进民间听你这个嘛的。那说，对，给这些这对的我了，你有的这不到不么这真的，啊听这个听你也不同的关注这用个的，现在也用的看忙起，给这忙学的，给这些对学过嘛的，长不长下学的没搞清楚这个的。那说，你da不是让给长不去学的，搞着看着真牛耶。搞着给了送出真牛。呀，俺看着这穷嘛送哎。这肯定老古的，感情不合适呢，真的是几个呢？他做平时家里我是晓得多异地的了。呀，异地嘛这啊，这嘛推出出来的。那说，异地的村民多，他不是让拿出了他开始拿出不么样多这边呢？周末星期五是的吧？让莫当这怕我是周车的，周多多哎。的那有么了？俺这每样让嘞，出拉萨周末的吧？莫当这用途不多哎。可以。俺这不是让他看过牛叉呗？给了他等他牛小有了。啊，他我看那第一次这些对呗？了。呀，父母既然看过牛什么有牛叉吧？牛什么有呗？没洋洋说话，没洋洋快点，别说了。那父母没洋洋，快点说话，有啥嘞？要不都，得婚姻你可以的多啊。你们两个先等一下啊。希望这些嘞，希望咱们去过啊。你看，你参那让给学过啊。阿来看做直播的分享去啊。直播的分享去，等俺做菩萨的，俺做二号。么子是？2号让给俺做没样样的，感觉也不累送哎。也不多了给了。也在看最累送。家这蹲着吃。呀，俺做没样样让俺做菩萨的了，也在看最累送。60吧。60是累说啥呀？那菩萨台州家嘛，对台州是个前面东我修过的，台州家嘛，我们怎么大家注意是的？那是。台州你们有吗？俺都是的。对，搞这个我呢。那终于一个台州看对夹热的，刚个我们的大话题嘛的。那说。台州看对夹热，让的我有那台州看对，让20个小时夹过了，那老板个我去这个让去都。什么了？不错，你工作去，不网吧那周间的台州夹这个，网吧的台州看对夹热，没样大把有嘛的，俺让我没样大热去，看不到你啥，俺也过来说没样，过来说，没样过来说。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可以，不是男朋友，就是朋友 ，OK， 女的可以上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从朋友开始啊。呀，朋友们做牙修，朋友做要求多嘛这啊，要求太高了倒不好，差不多的时候你们有刹车真的。美洋洋现在看得到我吗？
可以可以。哦呀，对对，但然后呢，那就不么，然后工作看了三没被给说这个可以，工作罗你才20几岁，就像个那个45岁的声音，一点精神都没有，感觉你过得特别差一样。你要把自己说话的时候感觉过得好好的，这样别人愿意跟你玩儿。对，2号这是累，2号，这是了， 2号呢，他在哪里？给了来啥有？呀，拉萨开了几个月？给了来个了有。拉萨打工去对不呗？哦了，呀，拉萨打工去就落下最轻松。老孙，呀，落下最硬吧，谈谈。老你这样啊？ OK，他说拉萨的什么月，要么呢怕有顶起了怕落下什么月吧？那给了来啥对样子？呀，他说拉萨说能行不就沙达去通呢？怕啥这家呗什么月呗？不看这去通呢？哦了，说热完了，他不看这去通呢什么个多哎？这嘛这么去，说的也不轻年纪。呀，你说热着啊？热的。落25岁了呗？哦了。02年热着吧01年。01年有，01年26日下，陪落26日下。婆母地的，我去当年出跟不有呢啊，上面说啥子考啊有没的嘛给吃着去的。想和我们的2号认识的，把自己在哪里把那个地方的名字扣一下，在评论区。然后外面我发现了很多人在外面，请进来啊，进来，不要像个那个偷偷摸摸的在外面看，干嘛外面偷偷摸摸的看？进来啊，大胆的进来，人生只有一次，享受吧，进来享受我的直播吧。我在拉萨有，拉萨应该有过啊，我啊，俺做菩萨地的，我去当对不对？拉萨有啥？穷了穷死，没穷死了啊！没穷了俺不想不。就马上给了。不地了一下，穷马送哎。就马上。给我介绍兄弟，这个还好，我特别是爷爷给我俺让去点过啊。菩萨地。就马上给了。我想认识3号，阿里干嘛去过啊？我在拉萨也过啊。工作灯牌的，要不就讲到好嘛？拉萨8号的民度，看这啥个的？8点是下午的，肉不错，照片必须要放，你不放照片，我们也看不见你呢。那我是拉嘛去，阿里俺8点过啊，8卡瓦有8卡瓦有，你的照片哪里？不的？过啊？就马上给了。不中间的是就马送哎。马上。过啊，他属于干嘛去过啊？我在拉萨，好的，等一下啊，我想认识23号，想认识一个有工作稳定的人多啊，来这边就我去登记是的，23号，没让来这边认识的工作，这样做那个店铺没那么低啊，店铺有那23号低啊，哦呀，自己，我啥过啊，我 ，OK， 菩萨地。牙齿给当个来，给这些个。好嘞了。菩萨的少年的牙小的，菩萨的牙齿小，给这几些的，可能吧，可能这个月老卡最近吧，婆母的他给这几些的，你们两个聊个天，看看你们两个能不能交个朋友。牙齿小啊，婆母的来牙小的，婆母的不错的，婆母的第一次对的，牙小，我菩萨的牙小，俺这菩萨俺给俺把这些的嘞。감사. 一年收入50W 噻，这4个嘛的，不错，没必些嘛的。有爸买的那个衣服大小刚刚好，开心死了噻，谢谢亚虫啊，吃了。俺这菩萨给俺啥子可玩意？딱 저요.呀，菩萨给俺俺这天东呢，听么唐不赢吧，听么忙不有牛月。 태운당 오인라. 야, 다 쟤나 부사라 딱질 요사 로카 주인 바 내가 가르치기요. 로 니스tabjen이라. 내가 종전나 조이라. 종전나 샹나 내가 지기배. 오윤은 간다나. 야, 다 로니 잡게 우연한 거나 내가 지기였어, 봐. 네. 아니 단신 내제 뒤져 가지고 친소. 로 시즈. 로 시즈 단신 대배. 가래 딱질 보면 민도해. 뭐네. 가래이나.
他那个我都是累死了。呀，我啥呀？我考得中哎。你第一次上图中哎？累死都去了。大致了看不清楚就牛图中哎，要没那他啥牛哎什么了哟？对，大致看不起就是了。哎，真不错。呀，你他说热完了，不看这通了什么个多哎？他把牙膏这粗牙膏进去。呀，当然父母谈的嘛啥多啊，父母的也给当过，父母的考完谈的父母的考完多哎，谈的父母的考完多哎，也需要让嘛啥事，一个是对的。刚刚那个姑娘在哪里？谈的父母的考完也需要的。下面呢，普的我是当年就跟父母有呗，大致的意思，我原来干了那个几个月是，20几是，父母说普的我是当年就跟有呢，按给出去扣的，应的。想认识他的请扣个6。1376的这估计嘎儿结束1376，嘎儿结束看了那么久哎，嘎儿结束水都不等个多哎，子了，嘎儿结束不上了，的这马估计嘎儿结束，命说还清下，也不说一下根本都龙马街，这开着的都把的他了就忙查下，的把张马了说，龙马街是。梅洋洋给我介绍好不好？梅洋洋菩萨让那个工作稳定一点，那也小气。梅洋洋工作稳定就可以是的，菩萨给让了他来父母来嘛送啊，等给父母的妈清查下。那我就不是也咋个民度，苹果让给把人给父母点餐一吧，父母也是那么送啊。你也咋个民度的，看错。梅洋洋的第四对去，俺就吃了这是的嘞。这是的嘞。那了，谈的华语。单位能得语。俺就菩萨去冲草啥去种个鱼，说公司去开一下鱼，让他机会有了呗是个。呀，单位那边得呗，对嘞。俺都一直办耶。有，父母既然单身得着，推出开始轻松。上上次那家去了，俺听我看写字。刚才刚才嘛看怎么，太多那路没啥不讲了的。俺让了民族给这的养家听么讲你就这个的，让看都过来看就嘛的。OK，因为俺说直播了没接不的，没啥了的，炸弹有个里面多，看上炸弹有个没吧？真的炸弹有个没里面多的。现在没啥不讲了，一句民句说听嘛唐不用别说去感觉去给这些我的 OK。有不要总是觉得哎呀有问，千万不要这样想。平台没有，你要知道啊，其实真的我们的领导和平台其实对我挺好的。你看每次我的观众都是新的只是我自己没有实力把这些观众留得住，都是新的的。俺他这么多没开始了，没激动有呢，没他们没人不讲得多，俺他这么的，俺的没啥不教用多。现在俺让了过年我就讲俺粉丝听你这让俺用这的都没啥把忙过用过的嘞，没开始直播呢没当着你多什么多人呢粉丝刚才让俺们多，没人不得给人家来的过嘞，俺做这么多我呢屋里那边个一切的些多，加上俺的小区也不去个那边观众做，俺的城市没得这有点小，龙不几不他你不现几不人俺做这球个嘞。父母的来听这些的人，父的来听这些人，父母的来老开长大的人，父的来老开长大的人那可以，等一下。但是若把他行的，他原来的话不行，马上5万了是，加上5万的时候，我选10个人，给每个人30块钱。但是各位观众，你们没给我的作品点赞，你们看，我第一次做了一个广告，卖了一个牙刷，只有12个人点赞，你们看这样怎么行啊，粉丝们？我们说好了相互支持的吗？我今天终于发了一个广告的牙刷的，因为大家都在卖牙膏，那我就卖个牙刷，对吧？我不伤害任何人的生意人家开商店，那我就开酒店；人家开餐厅，我就开个洗车，就这样，大家都有生意。你们卖牙膏可以，我卖牙刷对，这样才能我们的社会发达，我们的祖国发达大家都做不一样的事情不用别人做什么都要做那个，马上去点个赞，写个评论然后下单一下这个牙刷，4个牙刷就只需要29.9块，西藏的话运费10块钱，也就是一个牙刷10块钱，4个牙刷40块钱。你看这个牙刷的质量，哇，这么宽，很有个性，一点都不重，
特别轻。我们 rapper 的刷牙就是这个的，大家支持一下，感谢你们来我直播间。OK， 你开洗脚店，我支持你，必须的。如果他们开洗脸的店啊，我就开洗脚店。对，别人做什么我就另外一个事情做啊，不做我不伤害任何人的生意，大家都有饭吃。OK， 哦呀，我想认识2号，说不来个店铺一遍，工作稳定一遍。2号的工作稳定是可以是的，他的查到有个菩萨的他有说来的黑名单那都录过名都，哪里下单是作品大概让我了，肉吧作品大概让我了，说句洗了，我们洗就是下呢 ，MC 电子我呢，这那的剃短就装下，剃短就这个牙刷卖了70万单哦，你看这么，这两牙个对的，八字苦了。说这个说的是的八字多，工作上面中国俺说这中国人，从民内给有嘛是吧？可上海做香港酒店做给，是吧？可韩国做给俺欧洲中国，都中国是吧？可下做给俺才中国，俺做有嘛的可看中的当然中国多啊，可从没不是，说从没不是。电动牙刷特别好用，谢谢阿策了，俺下次作品去估计，他朋友测量人的。介绍一下自己 ，OK？ 是稳定工作室牙刷，说不是牙刷，阿里朋友在给谁牙刷？朋友吃了的是对啊，得给谁们多啊？吃了让给没有差意思，国内牙刷啊。2号可以给我介绍吗？是2号给菩萨让来的许多。2号。我知道。虫草葱也跟普吉多，地上个罗地大你们都说不这个，葱吧这些葱吧，可以吗？还是你必须要一个单位的呗？你说嘛？就是怎么说？人家让他不给发给我啊！我给你看一下他的照片啊，他是卖虫草的，然后他是哪一个？拿去的这些的不的，为什么老干的这个类似的，这些的？这个不要老师。OK， 不要说的，他一个问题啊。你不要说的，呀，他没了乌猪嘛家啊，先把这个地啊，有了那个上让呀给当啥不的，一下单是老师一下单是属于这样都有属于属于你下单是作品的干的一个是对的，属于让给们多哎，你作品的我的一个是对的，下单这边是 ，OK， 那个让呀上给当过，你有个干嘛开始下过？当你作品点赞滴起啊，工作我那的，我现在作品就拍片工作。咱们听说的作品，我就是你说的拍的。你工作里面，现在我总给俺的点赞期间，我没注重来面多，我只俺说明说这去装备的点赞期间，单的也学人，我这个菩萨直播的对的，下单就单了，说这去牛，我那说这去过的单，工作说这的，我们新做的些菩萨单上对的，名字不有吧？可多哎，我们听说什么？俺在多那说一个用过嘛什么？俺在我这说一个就对了。身高1.85米去对的，不错，有的，不止本着有的，我那的185的，不止本着有的，跨度他属于跨度，好多马上这都是一起祈祷，完了我那听没进去，哇是多的我就朋友养着的行上送啊，你牙刷那边吧，你牙用那通格不点是怎着下单了是属于牙刷，他我就专门给说啊，专门这是的嘞。这得来给了。专门在哪里？俺老汉也给了。呀，专门老看最近吧。俺给了，牙刷的金牛个三角，各自牛个人家上给这这个有没有？牙刷的对的，好。俺家那点做上顶子的这的，俺那给上顶子呢，俺每个一切说过都，每个一切没那俺从家土马的对的，说这个看得起了是的，对。जिसमें गेला थे या कुछ सब्जी तो का बात था देखो सर कैसे न्यों को रे कुला दोम जे रे देते था दे छक ठीक दुंजु जोन से ठीक दुंजु अजी चला या को मेना जिसमें ला से गेला यांदो का कुछ तो थे में थे बना मांगोने मिग मांगो न्यों दिखे मोटे चिगे रांदी न्यों ठुना दोस जे को दे ड्रामा ला से गेला तो है ये 作品得请 ड्रामा 对作品唐学得请对他们谁不知道啊ला से गेला OK 啊，怎么你差评是一个是多少钱啊？
那是跟了那是你。看他的家装备视频汤不赢，但俺都是个来叫那么些，直播呢俺米个家牛民都，俺都是家个家这这里路途，俺来看上去家就去啊，俺可里抖音个嘛，这里路途边那个中国迷茫不有哇，俺路途说原来什么个 ，OK？ 哦，吧，那是路途样迷茫不有哇，现在看上去来，个人觉得俺家的这种我呢的，你吃炖煮的差出中下，吃炖煮的或者吃炖煮。我这个呢，也我现在都跟了，羊都看不起多怕米对吧？那羊都看不起多。我呢，俺让基本上用嘴呢，俺观众给俺了一切那边的开出去通过多，俺了米的家了也不我这几个多少是呢？俺从俺国家过去嘛的哇。爸爸跟了人对，我这个也我自己的家了这个，这他家了叔叔羊都看不起，家了的我这个羊都看不起几多。对的，这说的就怕钱不接的的。今年看中的通讯电动工的看中了多，电站这边的，看这牛个美国的这些我能跟了。俺他那不说的对吧？作品上去多，俺这嘛俺这家了的都是拍给人，俺家了的说这些的作品的，或者电站去的，没去过嘛是讲有钱名的话，俺那边把俺米粉丝听，俺差别那俺米住了米的，我们送就俺把这个，俺这样子牙刷免费牛头过来。哦，那是。来了，我们你这股的么子过来些，过了分钟了，我们住，我们洗不住干洗。这样子牛穿了的，都是你们那个人工作，你妈的小子。也吃了牛个是吧？跟了。人家牛的这个了，我们你说这股的么子过，分钟了，过了我们住，我们洗不住，什么就说股的么子过来些。那是跟了那是。或者呢你既然搞了预备，我的没问题，你这突击去牙刷好用牙中啊，俺个父母提上牙刷了吧的，父母的。这么提上好用吧？这对吧？那呀，我是不是同时跟了人的，牛东或者些嘛，就羊都搞不起都。跟了人给这学东这个呀，我是这这个家了这个对不的，马上不这呀，我是不是都是羊都搞不起。吃炖煮装的，我知道有个是吧？吃炖煮这种都不是吧？对的，可说这个的话，真是差不多没吧？路叫没吧？真钱，俺可钱不多钱，看钱不，对的。我的呀，我现在哦，俺快几个民族，快听你们多听洋不人家，哪怕丢什么的洋不角度，我随便感觉或者民族，俺听人家不多，说不定是对的。我都跟那。俺没唱嘛，说明中国的话，俺爱的中国。你咋从小嘛姐姐，我是说明中，俺说句中国，是吧？你那没买不起。哦，现在看现说明中多，洋还不多，洋多多，人多说来说明中，没从买不出，说从来买不出，你吃过也没多，我说明中，俺说句中。是吧？哦，都是那创意家里有吧？是吧了？我也买了，我留一个节，留给家里人用，突击钱啊，人家从俺作品的电站去工作，亚洲怎么让干肉有呗？我是买的喜麦呢也特别好用，俺留言吧，喜麦呢的，这什么行不了？每次当对对，什么基本上这个起码过来，俺那可以下飞这个账嘛，说的，俺家了他来过来民族工作，读书的俺米个是个透明度他的。俺那个西面那种有把个东出啥的？东主也得这就是东主，俺东主也的，这主也的，这主也吃主家种是吃主家怎么？这主也定这了的，定这干你了，我们定就是啥？啊，那个那这你呢？我们吃主家种的话，吃主家。那是个那是。啊，冇吃主家，这东主也定。这个给那牛呀的，这个牛呀的，当年的吃牛肉呗，给那。哦。听牛啥的个，当个牙膏牙刷牛啥的那牛个呗。马俺抖音呢，他的电视呢对我对的，其他是父母家了洗了，我们就去接，父母做。俺家对的，60年就不看见，我们就去接，东西，父母做，对，我们就去接的，对啊，你看这作用，俺家是没去对我对啊，妈妈俺家了对不？对，父母做，我们就去接，父母洗检讨，我们就去接。啊，那是个。我们接触接别人多，我们做的，你这不听这个？听我这样都好不记得。你去看这种有不听？俺那对我对啊，你去看这种对吧？将来也不有的没？我将来忙不早就定是中国语，对啊，你看这种对吧？俺就对话，就让是俺将来定是我那边，你的俺将来，工作俺将来当年吹平了，俺抖音得多啊，你俺抖音给冲咖喱，这是我的抖音的商店，这样按了以后。我的商店就出来了，然后部门给对啊，部门时间套的看这多，看这种多对啊，对，必须的对的，不到部门能这么对的，刚的我们出去了股，对，不到部门刚，我们出去了股了东西，刚的我你家，
可能给那人公开不听这了，这了你没光给不就过马的，加了的，吃的种的，吃就什么种的话，那是个呢。你的配上意思，家配意思的话，不有的对的，看上看住，我们吃个牛的，爸爸，我们吃了，人家把那牛肉的看这枪说， Deus tu sa tak dari sya. 哎，我们出去了，我纯棉的多，或者100%棉，新疆的多，你吃你家。 那那唯一的了牛呗，两个都挺好用的。你们多的多，69块一起的多。哦，你都有两个，发两个。你工作吃你家装下，对的，所以把那阿妈牛穿的吃你家是的，怎么买的？如果说20万的多子喽，对的，真正中国在这了。啊，普遍等于4000套的对啊，普遍4000套的吃出去了什么装多的，吃出去了什么？吃出去了。对面蒙啊的就这些下，反正不是不下。这个多啊，但你谈到普遍的地对啊，面膜的记得呀，或者都地的。 我们合中合西面膜是多的，我们合中合西面膜的啊，么地个东个毛孔出现那种，那你们不知道没？等下东毛孔了，感觉没？等下其他东西用，对吧？我才用了2天的工作，你们美白加补水，美白的补水的像，你们是不知道没的？等等，广大马年对出去年等打个下，广大马年对我们合中合西，对，广大的东怎么去追人的出去年等打个下？ de ani nya don de da mau khung de da de don u kan di duwe da a kiran zo namchi chabo da la ba thong mo de kan zo je di u kan di chenpo chan no di da ba u kan da pak chen na do nya ba khan je do u kan chen ju su da bu shi je啊哦的人下工作我叫了了一切听嘛就相信我一次就可以了我的东西你们我叫了一切听嘛就记得对吧他阿来人家做给我作品了点赞几个迷你秀的他人家马见过 俺们从那个国际上家家亲们多，看上我们姐姐俺不这样吧？这样子俺粉丝继续插队俺，我们俺姐就这种啊，杨4万5的就插队俺，我们孙姐就这种啊，他杨粉丝5万插队俺，我们孙姐就这个啥话没出了，我们送去，啊你点赞的就这个的，然后嘛的，平台给落推说了推个的，落推迷茫不有的，俺的家家接不下去，啊你落推的呀，重建的吧了迷茫不推个的，昆虫牛肉这个的，来的。 俺民国的是让俺看做个谁这个多啊？日本呢？俺做爬楼出楼去的，工作。他妈是俺日本呢，就让做开始我呢搞了啥多啊？等于 AK 去的啥话？我们对他给写的，你们出清楚啥的？冲到了，知道第一位冲到了，5月20了80零个多。好嘞。真的是的，5月28零个多的，俺做日本人。不是这个要买吗？哦，跟没事也不多。他天气谈的谈的好多的，那就不么的，他天气菩萨的没事对不对？他是给人的对不对？别让你连不有的你家给人的话，父母的罗你去这样拿出来给人。这个姑娘在那就教室啊，25岁，然后刚刚那个男的27岁在拉萨教室，你看他们两个都配，真的，他们两个完全可以5月20拿票了。那个男的在吗？没事对不对？ 有没有？我专门提醒俺说就是我没事有呗，没事的有呗，没事的有那也说的没事有呗，没事的有呗。但父母打工去给那个不打工去给你们都搞着我呢，头发特别帅，谢谢局长啊，说明了这个修多啊。哦呀，他跑了是，街上跑了去下对的，他的手本我的手本给修过是，手本这是的嘞。哦，这是的嘞。手本让他的可以。 拉萨来的，拉萨了，可以几个月？打算休假也没咋离开强多来的。OK，朋友可以强多那里，哪去那里？强多那里。老看最近吧？老你去在意？拉萨了那个可以强多了那个几个月呗？啊，强多了那个。那个给的呗？马的，稳定的呗？换上不过去个的。呀，过去呢那个几个月呗？ 他说父母去突然把米子什么抢上去3个月呗。我想认识一下1号。哦，1号你们都给这些人出去哎。哦。让抖音那8月呗。有。呀，俺让8日1号对过啊。我问一下，1号的绵阳呀，成都菩萨的让你们都想认识一下啥，可不可以？我让过去那里他都可以啥？对。 菩萨的东说的也不是多啊，绵阳呀，他怎么样？
他是干什么的呀，老师？第一是国际，稳定的。在成都吗？要成都。那算了吧。OK，super，公布完错啊，阿里国民第四对啊，成都朋友的预备，咱们直播间有没有成都工作的姑娘？预备，成都那个去给朋友预备，普地成都国际呢那个去，谈的拉萨有啥？现在在拉萨，这个男的好看呀，成都不少长得可以啊，身高可最有 super 身高多少？N 让牙小啊，阿里牙小，第四个一个啊，一个。菩萨身高多少？super 身高多少？身高可最有185。1.85米。没有吧？有。真的。真的。Very good， 特别棒。对，工作身高1.8米有啥？身高1.85米，工作国际呢有啥？他还有姑娘的给，他那些谁想和他交朋友扣个6，咱们直播间的姑娘们啊。没让你们都初步正确给这个6级扣的，真的，大家要求不能太高，姑娘们，真的，我们要求高了以后不好，真的。预备。我在直播间的预备工作有没有？有没有？他开始解说莆田羊吗？跑不送啊？丢线了吗？大来直播过年看 check 一下，因为你看，拿出的菩萨来了的多，长得就是没有毛病的多。我呢特别棒。哎呀，当然就这么既然单身的就推出还是轻松。那你们什么子的了？莆田牙就晓得，各位莆田我离婚5年了是牙晓得，离婚前就莆田牙就晓得，俺让了给这去过，朋友做了牙用的，提倡朋友牙晓，就晓得。菩萨啦，离婚姐姐老安轻松哎。老讲了。刚给朋友干嘛去对啊？离婚姐姐老安亲姐不会去约是的呗？老忘了。谈的拉萨约可话约啥家？好个月经了。说创业个月，打工几个月？这两个新本业的那个咱们这刚个7个月了。他新本上去离婚姐姐不会今年的是吧？忘了。当俺这样广告就去给他，老给朋友做了。老都去给了。老给重新给朋友做的，准备朋友做，不的。离婚姐姐老安亲说啥不会去约啥，老给新本上意思，老安点叫给新别朋友的新准备朋友的这人呢，关注起来去不的了。不的我那离婚姐姐那算就开不着啊，他也不去这个人，我那俺感觉那了，就像这样子老给朋友的人呢，老给新别朋友的准备朋友呢。农民的老家姑娘有的话，请点个关注给他啊！10、9、8、7、6、5、4、3、2、1。OK，Thank you。脱起。他脱起，当然就不是的。他就这么这嘞。这是那个了。他这么既然但是离婚原因那么就不啥了。我就这么既然他单身的就老年轻不是吧？热找热气。为什么单身人？你。你圈子首先前面这个了，俺们就带货钱忙钱拿最对不啦？你参加绕不你没钱呢，绕不你不得这钱呢，你这是没着。OK，俺就让身边的老婆看这是通了什么个多啊？你希望？店铺热气，张马热气，多挣热气。OK，我听这是通了 OK 的多啊。那这些个了。天马是天多呢，用就很简做，我这俺说明做一个数据做一个作品就可以点赞，这个迷你这个里面都点赞，就记得菩萨做。天马是数据过呢，今天可多牛的，刚洗了我们洗不出它吧，过了多么久？他就可能想了，以前就听嘛就记得数据这个多，怎么让数据过个月呗？过个月给来弄了噻？数据的这几牛的，俺得数据的啊，对。这些样多还是多？多啊，这个刚洗了，我们洗不出它吧，过了多么久？进录音给了链接上吧。链接呢，原厂呢下单了是一个记录器啊，按点赞记录器啊。做给作品的点赞记录器啊，要求。这么既然不看这是通了什么个多？他说热完了。他第二个了，你长嘛这是的，你点不着起。我要他上，我这不上3号这是的嘞。这个女孩想法很好，少大个的。3号这是的嘞，链接上一下，给上点子，俺作品刚了又给上点子了。工作的这嘛记得，讲多好不记得，来吧，得给上点子。俺抖音给作品3学的对的，数据洗了我们洗不住。
对，那可以新的广告去接比，他这的作品点上去他，你的讲给接不下去，马路推说推了什么的，对，哦，的作品的，哦，作品点上去了，去的那牛啊，说对牛呢。来是了，点链接上你们白做呢。来明白，来明白，来他那来米克的牙子图门都，来链接的门都 ，OK。人家他怎么给他干嘛去过去的？我们给他过去当牛这个普语呗。知道了，上链接效果刚好是，哎呀 ，I know， 但是怕那女的我，我是碰不地当我写当牛这个普语呗，原来也去学的。不怕自己学的，我自己学的，那么让他们学的。3号这是的嘞。我这得了， 3号朋友看得赢吧？我也就是呢，呀，3号谈的可外语，但的对吧？两个多对对，罗卡最赢吧？那你就在，呀，出去了对不赢呗？出去了打工去对呗？我答应你，呀，抖音那8月呗？把它预备自己了。有，他说是先把点这些预备，说过了天不点这菩萨的出去了对有啥工作？菩萨的我去当给朋友预备，原来给出去过的预备，预备，预备。有没有？有的话扣个6。出股给顿出俺西送你几，他们都菩萨了，木头加油去啊！我，来菩萨做鸭子还吃完嘛去啊？鸭子还吃完嘛去哦？这来婆母做鸭血啊？等下做婆母的应的，婆母的这是嘞。这是嘞。我菩萨的到他的名多哎。的，可的说了。你把对的到他就么送啊？就么说。OK。这个拿去的帅哥超好干啥的啥的？帅哥的位1.85米的，消防的不得被这会儿的，不得点面那说的，然看哈，然这个有说，不忙不盼这点的话，不得怎么？菩萨的了，不忙不盼这点的话，菩萨的了，菩萨的帅哥下去的，不得，我这怎么知道妈妈对这么个不得下？没呀，鸭血，什么学下鸭血，俺老兵吧，俺帅哥就也给嘛的那不么的给用们都是，俺的帅哥，俺老婆就该用不了，这几个么人来的帅哥的，我呢俺你怕做些个搞不的就是，俺你土牛没，但呢这么拉萨土的俺你多少个多的呀，因为俺你怕做感觉也不了，哎呀，CC 这是的嘞，第几个啊？鸭血没呀，鸭血，暂时不方便鸭血。对，是的，俺这的菩萨也不是多啊，俺你看了啥多了啊的，菩萨俺这几个用不了，能做菩萨工作得定期的洗不的。菩萨这不的也用呢，俺这直播不么的给来忙着做的，现菩萨这不讲没那不讲用的，俺工作看我这切过来，俺我这切别没做，俺你给嘛的，工作你给嘛的些。给他成都一呗。Yes sir。嘞。那怎么不看这几多那什么都这个老当哎，我那让他俺手机就给，真的我要努力，给你介绍一个。他看不知多给了，他长嘛那些多挣那些，你看是点不着去。呀，老看看我呢，万一看中了 ，very good， 我喜欢这样的男人，真的。你看这个人真的，这个人啊，太棒了，这才是我喜欢的男人。你看人家没有骄傲，就是完全是看一个。机会就把握一个机会，这样的男人很棒啊！你长得帅也好，不帅也好，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啊，真的，因为你说的这句话太棒了啊！你看长得也不错呀，可以啊。看这老宋哎，给这，俺把这段的这些人啊，万一是个情侣多哎，给这看这样不行多，没朋友年追过多，给这动作，看谁给这个，我帅得很，快看我是演的。不是这钱，这到底你算你姐妹都。这我先散了啊，有点事好，对不起丢啊，菩萨让对不起丢啊，杨说啊，菩萨，你拉萨土用，成都人俺这个钱说要多少多，钱多个多 ，yes， 可是是把俺直播那的朋友的聊天记录，俺直播那朋友记得你们都光打给谁呢？朋友这个钱他给俺做去对，真的。直播间的观众认为我跟姑娘们聊天，我跟晚上一个姑娘都不聊天，我晚上做什么就看电影，直播间的姑娘都是给粉丝们
啊，你们不用误会啊，我一个姑娘帅死人的话，穷大了，谈的菩萨的，穷大了也说的，我呢，穷大了的谈的菩萨的做不起这个的，我做菩萨，那做菩萨，我做西个子菩萨的做不这个的，那做菩萨，对呗，西个子菩萨的做不这个的，西个子那个这个的，十号到程度有按照我介绍，你的的，穷大了关注起的，定爱打个人，我做直播了，打把这个米，我那米 nice 的。西个子那个这个，罗松说句子了一下，给你做不这个的，没让拉萨用的给你多几些，说是西个子做的给你多些，怕做做不嘛我那找不，看一下性格合得来 ，OK， 也不有人给你做不起的 ，no excuse， 我就穷大了关注起的，我那米 nice 的，啊，米这姐嘛的 ，nice， 我想交个朋友，咱们说啊，关注前呗，我就拿去菩萨了，菩萨的做不起这一节，可以，very good。我想交个朋友，阿来给我让爸去电话，我看一下啊。我说他有老婆，我知道，我介绍的是一个男的，我希望两个男的也可以交朋友啊，优秀的男的可以交朋友。关注了 ，very good。穷大了，接上了啊，穷大了。no， 我就拿出菩萨直播的拉萨小房的下菩萨的，接上关注前面噻，给你怕住了解这些个听不远呢，说不对啊。那是，哦，那是穷大了，得修啊，对自己。那是。哦 ，very good。老师，我也想交个朋友，来给我把它给他。我这里不是交朋友的啊，我只是推荐给我直播间的一些好一点，哎，对我特别好的人，我就跟相互认识一下。其他那些先下单一下，哎呀，先慢慢的啊，慢慢来。普莫上来普的用不多哎，普的只多好这么多的，他妈的怕用的那个下，我马上名字不女下。那个大菩萨。garu 预备，有没有garu？菩萨garu 预备，大个的菩萨，我大个的，哦的，我们家几天的话，我们家人你家人去看那天差的话，呀预备，对，啊就的乖姐姐，我点来塞呢，菩萨可以，garu 预备有没有？哦，对不起，平台吸烟，对不起，我的错，我会注意的，I'm sorry， 非常对不起平台，我会注意的。他妈天就没进来吧，没有在老师拉萨斯，你看你抽烟那个别拍，我刚刚看的时候平台警告了，不用抽烟嘛，你以为抽烟就很帅？不，你随便拿一个这种我的牙刷这样，也可以很帅的，这个动作确实帅的，你没必须要拿个烟，你可以拿个这样，我的牙刷买完了，可以的。哎呀，非得拿个烟的话觉得帅。哦呀，他的菩提看这多啊。好的，我马上下单噻，谢谢。那菩提那不是我角度去，托起，打菩萨了。亚中啊，感谢你，真的，我说明说句的。70吨就装下，对那牛肉去，他对的，工作上班那不看这多，点赞你这不用来前面多，俺那边吧，除了我们送件俺不得给，没来我们送这个，对的，点赞去给他，这两牛给米国人你子来面多，给叫起的工作，点赞起的，推荐起的作品的上面，把我出了起的，今天下单起啊工作，今天打的 ，OK， 哎呀就，好的，马上，谢谢你。谢谢你，然后你下单完了啊，写个评论，点了噻，杨追突击钱啊，我们杨追人把起得给的，那就干个这嘛，牛根本多啊。能的没得了。OK， 杨追根本就够啊，俺让把起得过啊，把铺了 mix 对过，杨追，我们看些，有些姑娘她害羞想卖，那我就把她的抖音给大家看啊，杨追姑娘在吗？杨追姑娘在吗？杨追在吗？叠多啊，杨追在这里，杨追。杨真在哪里？杨真，哦，在这里。杨真班没有。我不找男人，我喜欢看你的直播。不，你不能这样，你不是尼姑，你需要一个男人啊。晚上做噩梦的话，谁帮你？啊？你以为那个狗帮你？狗帮不了，狗不说话。有个男人在旁边的话，特别有安全感。你晚上噩梦了，这时候男人就说：“哦，三对马起，没事。”哎，有个陪伴的话，真的舒服的。点了噻，幸福突击器啊，幸福，我的点呗，幸福。哦，
光大你那么想找不对我们这光大这个这搞不清楚的可是啊不去咋的有那米是吧生对不起啊就是个梦不的很这个就 CC 姑娘觉得膝盖也不就是过我就刚不干不去过父母 CC 这是的嘞这是那个父母 CC 让身材也不就随下的推出看出高松哎老年是多少钱 Oh my god 我那大腿顶着的呗包的呀老师但他最近在练那个肩哇哦让身高1.67米度是呗173173 Oh my god 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你怎么做到的啊哎呀这还得是基因呀老师我们的人这么多时间长没安给出去哭的这个姑娘漂亮的扣个666我是拉拉我喜欢女的是拉拉我的看上普京我追起的太阳的恰恰梦我追起的是个拉拉面看的谁吧我让人这么多让我那布看这些让那什么多啊他目前打算没多个呀打算有点俺了吧我帮你 OK 这是给哪能去采用着必须的这的你都是不是 OK 给哪个你发我能去这当然让你做这个追给他的呀刷就这个给你推荐的我能去这当然让的你们打发的去就给的你让你们打发的这去就给的对吧你们多会儿就嘛的那都是我知道你这样的 OK 保养一下保养没事这么子让你这么多让你真的特别棒做过马术啊说做过马术啊 OK 没事个啦继续怎么去对啊没事进不当上去的话清兵的那么上长江去怕长着起啊长着搞不起啊那不追你的吧刚不的追起啊没事个啦他那洗澡去出去洗澡去以内长着搞不起啊没事个啦这个进不当的人追定人把南山追的刚不追南山长着搞不起去真的你也希望你也那个喜欢干净 OK 没事个啦 Very good 让膝盖也不我都膝盖也不记得父母还写没多给写不的南山破中度南山敏感怎么就敏感嘛觉得这么知道我们是来玩的呀我们都是祖国的小孩呀那我们是来玩的你特别棒你的性格真的很好啊就这样玩着 OK 好的这样你就变得更好看了你看你本来就很好看然后你性格又这么好那你就加倍美丽然后多刷牙刷牙的时候必须用我的这个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买这个紫色的因为你看这个紫色特别个性然后你看你每次刷牙的时候你就记得我为什么因为它的颜色这也是我的头发的颜色你一看到它就你就记得我对想象力大丰富多了 OK that's right Very good 必须买OK 等会我下周就买谢谢你太棒了这个姑娘关注朋友的了关注起的因为朋友的直播起朋友的直播的起语言直播起他在语言直播然后听上去光大你对面多某人直播第几年的朋友的给写这个多让你给脚苦吧听上去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们可以关注这个姑娘然后晚上她在直播我发现我看到了她在直播然后你们可以听她睡的时候梦里都是美女你们睡觉的时候放个东西睡的话入睡很快嘛 OK 哎呀特别棒了他朋友第一也说的自己被老师关注了必须的天天看他直播 Very good 菩萨自古的让这个意思的怎么对我这菩萨自古的我呢呀那个意思要嘛那个意思我说2号这是的嘞这是嘞了2号当我那人2号是1号我那块不去通了什么多我那会儿生理去了光大你那么等着等对光大都是年的对光大你那么等着等住我是另外一个号播上按另外号的也晓得的你马几片的长久的等没着我那东这你那么等对了呀你写不到几个人不然真的要嘛的他不写可等个真的有什么办法让你那个心安静下来抖音上刷点搞不能点了点你自己咋的不至于那我自己这嘛的什么多生没着你刚才那个这不就我咋的不至于那我他的安全感慢慢是吧我你要不哭是吧我生意很安全那个嘛是吧我生意去个嘛是吧自己不至于那基本上什么多这生不多了我的父母的
语言直播其实第二多啊，工作关注起啊，ผม的了。老师，你的想象力不是，我是经历过。我一个人睡的时候，晚上有时候我早上4点，没有人，没有一个姑娘，噩梦。我希望有一个人呀，没有。然后特别孤独，特别那种痛苦，特别希望啊，这有一个人的话太好了，可惜没有。所以我觉得太这样，话让人这人的话。我都习惯了，老师说不要习惯，你才25岁，什么习惯？习惯就得民度位，让他的论你这样的rock吧，那你为什么不走啊？我走的话，你们怎么办？你们先吃饭，吃完了饭我再吃的，啊，主人先不吃的，先给客人吃的。我们的直播间的那些男女好好的一下，安排一下，后面我，你们都没有拖那个对象，那谁来给你们安排对象？刚刚前面看到了没有？那个男的女的看着清楚，俺的样子，他的刚我就吃了的菩萨的看着也不清楚，哪些菩萨的？穷大了的婆母的看着也不清楚。所以你们很重要的，感谢辛苦了，没事。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啊，点个赞，免费的点赞，点作品里面都会工作。作品的点赞及一起，或者他点赞什么时候你来里面都的点赞及一起，免费给推荐的介绍说，让粉丝加来面呢，让粉丝加了你的作品的推荐几个人，俺的呢说明的总统的俺的是那个人，让那样俺们看上做了几个人，加来就是这样嘛，看上做了俺把它点个几个人，我呢，俺做拍肉出肉人家，点赞的给介绍的工作，推荐谁的那面是多抖音上的，那个推荐按起来那个推荐。只要你按了推荐的话啊，你按这个，你这样，推荐这个按了以后，你看 MC 电子推荐，现在呢，你的粉丝看到了我的作品了，推荐一下，谢谢你们，然后我祝你发财，然后我也帮你找个你心爱的朋友，通过也说啊，打工去给你那里，600以内的，1000以内的，也说的，找不这个人，真的，你也该不是跟我一样吧？是。没让你去鼓励噻，大家工作点赞，几个名多点作品也不得工作，他点赞的，没送就送你了，点赞前面多，没送就送，只有33个朋友支持了，千万不要这样，100个人，快点去支持一下，可以的话按这个推荐，这样推荐 ，OK， 谢谢，我越来越不相信噻，很好的有钱就行噻，就让普音吧。普音那有钱嘛了，有钱说干来就的，然后你把个人民都罗吧，你的照片哪里啊？然后把人那我们得点过上去，普地的用我多民都给了把个人还过人多。把个人没有，好的，真心希望老师生意也不用我说，身体健康用我说，万事如意用我说，是幸福一样的，对的。你粉丝都说你这没得吃这样子，对的，我那菩萨的。我给这不没那么多讲的的，突击去那基本上说不咋了，但不咋了也就说龙不夸的有，你我们这个人都带过啊，我们这个人呢你瞧不起啊，人家工作哥嘛当啊，开始这样，你哥当不蒙语儿的那个多不做，你这么子啊，北海忘了嘛，北海加上明码这一切，北海明节脚尖那咋记得这什么的？老师太有节目效果，我俩交朋友吧，说了不是灯牌节嘛，就这样，灯牌也叫民都让的牛给可啥的，股票牛给，你让点赞也特别棒，而且让脑子聪明又别大的，以前的把那个节民都灯牌节民都加了牛民都开节就叫民都，俺看让他全部看这是对不对？俺是也不接民都，俺米也不买这个，他全部看这是对不对？看人家就全部对不对？俺听见普丁你的全部这个，可你俺也不看这几个对吧？呀，菩萨的俺我呢也不看这几个的，所以也不干净嘛，这边全部这个俺的优秀，天气呢全部这个嘛的，天了夏天呢天全部这个，俺没了啊。讲了，我最干净牛嘛的，牙刷一个也没有买，我错不？俺请个嘛的，罗马家啊。两个请在这个上去，给了多少人借钱都快借呢？因为让了隔壁不去投有嘛的呀。我呢真的让认真去投呢，俺就上来去的，
我呢，俺就太多呢，有没人家做，阿拉作品的点赞起啊，怎么让我呢脱单今年出多哎？我那今天注意的了。哦，没送就收住，工作他天点赞起的，我子，老师我失败了吗？是失败前有嘛？自己让给他都还空没呗，失败是成功之母。阿拉得点赞起手工作，叫他牛牛的个牛逼是一个题的。我已经用了，效果特别好用是，很好用是。下单截屏是题有没得的？我这下单截屏，工作下单前的截屏是一个题型的，不咋做。下单前的截屏是一个题大姐，下单前题的不让做的，下单前的截屏是俺记得意思。给我介绍那跑哪里了是？船长给俺经我这几个了吧？你考清楚是过啊？我啥地用我都会船长的。有对了。我啥球嘛说广播嘛做下单了点赞了，突击前占了压住以内，作品的我得占了一个是对的，明白？下单截屏是对的，那没先别通过的话，阿来可以牛一下，但阿来什么是登记什么的话，那你对的，将来牛给没定做对的，是不是很这样不对的？我呢呀，上嘛那是得多，俺下单几件菩萨的给我呢呀，他妈的点就不懂，俺听你警告清楚，对的，自己懂对的，不，你懂说的也不多啊，我呢。咪咕对的，咪咕看这字不多，这嘛菩萨的机会多哎，我可以吗？亲爱的老师说小张没问题，等一下啊。俺来弟子过啊，天多呢用就能接错那些美女，要求拖长给啥呀呀弟子过啊，来慢慢的啊，慢慢来，俺做父母，父母上单身6年的呗。我差不多的了。不看这些图那什么多，你希望能够遇见什么样的？以后留给我啥？我大个大菩萨让给以后关注起的，我呢的菩萨让认真一遍，因为这么这边呢，起码的确多啊，菩萨做这么些人没这么多，这么这呢，俺还想铺门不去拉黑钱差不多，俺铺没东西贵用不多啊，这样子聊天清楚的，可是我也是这个孤独啊，我就俺他的毛叔叔对面嘛都，肉这吃着那俺丢个的，这张阿来这么嘛这啊，那这不这么吃啊，这么多俺还想没那么点差的，这么这个什么弄得差不小时弄差不多的，我那是。认真几个就预备，有没有一个认真的？Sky 8预备，幸福哈哈哈是幸福我那预备，认真的有没有？认真的有没有？有一个，阿拉我们有的是呀俺就是我有的也晓得，不啥的也晓得，也记晓得，我认真是有也晓，认真的个也是晓得。3号这是的嘞，这是的嘞。3号他的考语，他的给他写个字呢，拉萨语。拉萨考了几个月3号？拉萨也给他打工几个月。呀，3号让听见俺8顿就菩萨的呗。我这个了。把菩萨让落何子来说？落23来说。你摸着的说女呗？说女不嘞？摸着的女家看最清楚。到我住这些。摸着的女的看最这个多哎。第20人。20女呗，20也不女的话，没人记不起，大个哪里呗摸着？大个哪里？那第那父母去贴啥种哎？说落了这呗父母去。有的9万个了。第9万送哎。9万送个了。呀，当俺贴到那父母做了给这提醒的。那是个了。贴到那有呗父母做，菩萨的，那个人几个字住的？那个是拉萨呀，这个。拉萨那个这个月是父母做过啊，菩萨地大你们都我先去当给父母原来养起小啊的，菩萨地里晓得地里晓得菩萨地，他巴地自己巴地看了过的养巴地里晓，菩萨让来巴说就，应的，巴的也不说明都他妈的给把800吨，他妈的给800吨，的父母抖音给搞不清明都，那个烟，平台不喜欢，先把那个烟800了，然后我就把你的照片给他看，观众看。Tryson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Tryson 听让他的华语，来萨语。哎呀，说罗卡最近吧？25。有拉萨开了几个月？来萨上班。呀，他打工人吧，累计不人吧，正式人吧？正式嘛的单位去上班主语。公司给了个公司的呗？嘛的单位。OK，呀，按你说罗卡最近吧？那你这个？有抖音那8月呗？ 8月。
야, 양에 소소 bar 부모 된제 건조 저거 dig도 딱인다. 네. 오케이. 인다 보사디 당원이지나 내가 지금 US 라사 건조 정심메스. 아니 보사 디다냠도 뭐시 다니 저게 부모 연아 안기 죽지고다. 오늘 대 지신체다 대 수부 약도 가버지 도와 보면서 이런게 뭐싱메다 양에 단테도나 렁에 럽도 말이 보사 디다 뭐시 다니 저게 부모 연아扣个6想和他交朋友的请扣个6预备태도나有没有这不见有的话扣个6赢的10 9 8 7 6 5 4 3 2 1有没有有的话扣个6预备야, 야, 보사람 무티 자요인다. 알레민도가 먼저 강기 부모들 드시들래. 강 부모 드시들래. 먼저 따고 지금 부모 드시들래. 드시들래 이라. 부모들랑 오늘 단대 부디체 장마를 도와. 용문도와. 용문도. 오늘 단대 부디고 장마를 대도와. 나 또 그랬어요. 좀 주기. 그래서 요주 도착 안 벨레그다. 도스 요주 도착 레게 약본 남배 약본 차장 월미 나 참정 알아 계속 저거다. 좀 하다 쉬고 린다 오마스기다. 죄송해요. 지금 요 말다 록바 잡오지를 못 치다지差不多지를 못 치다. 됐길라. 뭐가 단대 부디 듣기 오늘 단대 부디 남바 거의를 장했잖아. 늦어 말배. 제가. 아니 클릭了解一下看一下我的照片预备预备보사디 지구도 왜 디오무스들라 파르디다 마엘레 주마소 보사 파르디 주마소 파르디 민도 스톰바다 민도 단도 다 약속처럼 파르디 파수셔셔 파르파기리베 야면은 디리베 다 단대의 인사를 리베 看一下我的啥디기 야쇼 보면 디기我们弟弟我那块不是这个过的，弟弟姑娘是认真的兄弟们，她是真的想结婚的，我需要真正的想结婚的人。看一下我的照片，这些姑啊，来听上去看一下嘛，父母说牙笑的，我们直播间的那些打工的姑娘去哪里了？俺就听到了，父母要求真正的给花钱不的。老师，我上次买了茶叶好喝，下次回国时小可可突击钱，小可可牙中啊，小可可他说最重要，我呢小可可说最这会儿有的，刚来的我们住，对的，这怕全部说起的这会儿吃顿就装起，吃顿就小可可，让人嘛去呢，小可可呢，看来中国有是呢，得都中国的对吧？你的作品30多啊，我最新的作品这么多的，我弟弟的作品的大概让中国的，哦呀。当俺准备去这个面前，看些个作品古写的这古豆家这些点赞忙不拉起来，都是对这个做的，不过呢我有着，俺得准备前面俺路途路中讲的，点赞忙不面的面，将来也不总统土吧？对，俺路途做路中讲的，这里路途做我那我说开学工作了些，俺做平时没得个看些准备这个不多啊，抖音的豆家这个我们俺家子吃东西个豆家这点赞忙不拉水，评论忙不拉水，这个这家这这个，不过呢吃就有呗，路途看些看那听俺给读。단도 막에 대산 가슬레 민도 가래 저기 완전 좀비 제 가라 콘조 대 대산 치르치다作品대 대산 치르치 안고 로아店오늘 그 정부이 대 보사 지부 된 야지 쇼다 지 된대 디스되다 보사 지부 되게 야시다 마데나 안 보면 되게 용문도 제 보사 지부 되게 약간 띵스 대대다 가르샤 인다 이거 대대다 띵자게 되지 양의 부지부 제하게 당 콘조 야 배쇼 된 내가리 보사 된单身人啊呀说的我的朋友给大举的老师赞了是谢谢你啊祝你发财你可以刷牙我的个刷牙的必须得刷单牙说你的보사单牙说啊这笑死的样等个找去对但是后来准备前面多呢对这两节得多的哦对 nice 我拉萨的啥阿来拉萨有没牙说牙说平台给可是啥多直播多语言识别能力在完善中是好的那我就说普通话我刚刚说的就是说这个人有点帅请他上麦因为这个帅哥来了以后我们的直播间姑娘多了以后我们的直播就发展的多因为我们直播可以男女交朋友只不过工作在阿里 OK 普地单身日多啊工作普地单身日多啊当然跟这些地方有人了你也说普通话我追求강기 부모디 강 부모 트스텔레 맞아 포사디 지글도 했다 포사디 ngari lega 지글서 랑게 제소 제도도 왜 ngari lega 지나 요이기는 기디네스인데 오케이 이네 지구도 왜 먼저 보자
我这不算子不多的，子不多米，1.85的，nice 多。这些位。哦呀，这么样说，我们这么进我些当年出个意思的，呀去说呀，这么进我些当年出个意思的，这么我些当年出个意思的，这么这是的嘞，这么这是的嘞，这么给口音，这么声音听不清楚，这么声音听不清楚。我订个小号的工作 ，OK， 现在有吗？他属于得普木的，哇，他给老师看一下是，有，必须的，00后，你看咱们的话啊，来卖的时候不能看，好的 ，OK， 那用这个看，哇。等一下啊，干嘛去过啊？俺说怎么这是累的嘛？这是累的了。他莆田的开学去点比打电话说他怎么办呀？这肯定。是不是要求太高了？要求高的，高没事是我这得的。那啷个要求可以吧？这个的。要求米张娃的是多挣的去点播的去。OK， 稳定穷的这个多哎。差不多。工作不稳定也没事的呗。对，没事。OK， 工作不稳定也 OK 的是吧？呀，他过啊，谈爹的考下清楚，过啊，他来是过啊，要求不高噻。阿嘞，杨准要求不高对呗？他要求不高吗？等一下，我看一下要求高不高。我是阿嘞过啊，我错过啊。等一下啊，咱们的我朋友们，等一下啊。我朋友说干嘛去过啊？这要求不高啊，上啊是。哦呀过啊。阿嘞干嘛去过啊？要求不高噻哇。阿嘞，我觉得他要求不高噻。阿嘞 OK。要求不高，因为俺听给扑克学习班点一遍，为什么你不喜欢呀？俺演员不对手来的了。还是打点名多，听给扑的个。演员刚才我的就是。那么我是等于呗。那么真热气。那么特别帅，我买的是吧？特别帅的全是买的了。特别帅的不要的呗。不要。但是差不多可以的呗。我的差不多了去。你刚刚那些男的有些长得差不多了一下，为什么你没有同意啊？气质不对吧？大概我这边是磁场。我给气质到的我啊。Sorry， 能问问你的年龄吗？啥？我让老个嘴巴是怎么？我等你照顾上球嘛嘞，孙女的主要是。有，孙女，哦哟，快到30了，你还不急？他好像装的好像自己20几岁一样，20岁喂！现在不刹车的话，你快40岁的时候完喽。现在是快大龄剩女了，你还认为你才20几岁？快刹车喂！真的醒醒吧，求你了！我以为真的，他以为他才22岁、23岁，30岁了，快大龄剩女喽。我也是大龄剩男。首先我不攻击大龄剩女啊，因为我也是大龄剩男。你看失败者，就这样，没有人爱。当然那个档案能行，真的，他差不多就行了，你不能要求太高，因为你每天头发越来越白，掉头发啊，皱纹来了，斑来了，慢慢头发白了，慢慢头发掉了，那时候你要男人不要的。但是现在的话，你好看的，男人要的，所以现在真的刹车一下。好不好？好的。呀，这波呢了，普木丁我现在就给普场面多哎，马给说是落地就知道。想认识他的，把自己的年龄扣在屏幕区。老师，以后关注一下我啊！等一下，先扣一下你的年龄，我把你的照片给他看。他说什么？你不行，因为你那个太小了，你23，人家30了，
你好，我今年25了是25岁，身高178，想找一个女朋友，千万这是写错了，你不能说女朋友，认都不认识什么女朋友，你先应该说我想认识一个朋友，女性朋友，从朋友我想发展到更好的什么死了过的，啊，蓝山女朋友，名字都不认识，你说话就是一听你这个说话你想玩。明多少嘞？25能接受吗？是25能接受起来是？怎么？25。对，菩萨低了一下，他是25。俺们那位身材就多。他有没有机会和你交个朋友？都没得那个了。把这也让他的短头们都是。开玩笑的，老师，我去接个电话下是要单了，这是的嘞，记不记得啊？帅哥的话，你单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俺老俺说朋友就我这几个 ，OK， 当面这个的，当这个多少位，不么？对，当面当大面多少的？他真的可以哦，他的脸，对，当大面多。脸下面是多。我那可以了下，这上搞不用就得下。你下身材要多。哎呀，好的，感谢是给我们了，得了，给我们了，我们相互帮忙，这个可以。这的话，杨志，你那几个字读，给我评价一下，哎，我菩萨让8月呗，我这菩萨的，菩萨下中给菩萨的呗，当说的也不北京错不定的下回呗，当说的怎么了就怕我呢？那我打的就南大伙儿们都北京被看了我的农庄事情了，最得别说去下过呗，拉萨这基本定这忙不有的啊？这我到了对了，咱们那看得多哎啊！你的把别的咖啡东西进来，咱们那看得多哎，民间家最通的那家伙儿呗啊这，哎呦，当时的也不得别的民都，怎么这个家的啊这吧？我这些，把怎么这个没接不接？哎呀，北京过来讨论牛掰的些，没时间去，时间死。五一有时间，五一必须得去买个新衣服。你看，你们真的男人，我发现啊，你们是这样。我直播间的那些男的全是这样，从来不贴面膜，从来不给自己花钱。你们失败就是的，真的千万不要这样。我们男人也要学姑娘们贴面膜，对自己好一点，多买衣服。你看，MC 单子来喽，必须要买新的衣服给自己穿啊，给自己买个新的，给自己买对自己好一点。对，新的一套来了。你们男人真的小气，那么小气，怎么会找到女朋友？对，一套来了，不是我很有钱啊，只是我喜欢对自己好。对，一套来了，呀，不得给我就哪把谈不了，说，这啦贱女我们都，你看女人工作的中文名，我让可以，啊，就看起来很 hip hop， 耶，关键是现在还小声，哎呀，若你去这批，你24了。千万不要觉得你小哦，你已经很大了。如果你在美国的话，父母可以要求你家里离开，从18岁。你们真的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年轻 ，no。在美国的话，我们中国真的特别棒哦，啊，父母还养你的孩子。在美国的话，18岁开始，父母可以要求小孩离开。那现在不赚钱的话，以后就，哎呀，边赚钱边花嘛，赚着花，那你死了的话也不后悔嘛，赚花嘛，啊，头发也上自然了，一天档了，哎，这也是几百块钱的多，真的兄弟们，对自己好一点，兄弟们，求求你了，你看你们这个墨镜都不买，这个墨镜29.9块，运费15块钱，44块你们都舍得不买，这个销量25万，我的橱窗里有，没有人买。喝水辛苦了，有，马上来，谢谢大家的理解，先倒点水。哎呦，再来一口去。阿来不怕，我们老早就马上咱
我不买老着急了，那年是第家了，过年你吹牛谢谢的，要嘛的，真的，喝水辛苦了，谢谢你啊，你这个男的可以，真的啊，这个打工的男的啊，菩萨让他把这沙巴小的，把听给你的人就很多菩萨，把沙巴也包起小啊。老师快点给我找女朋友吧，你这样写的话，我又拉黑我，因为平台不允许相亲节目。OK， 你不用这样说，你应该怎么说？你要这样说 ，MC 单身，快点把我介绍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交朋友。啊，咱们的直播间那些男的啊，不错，给这看这些或是哪，我搞过月，我就过月是有嘛的 ，MC 点子，我追起去的，我把点没了没断的，我点去，我没了我追起的啊，我现在你出跟朋友都会去对的，我这样说话 ，OK。快点，我介绍一下，看看有没有姑娘愿意和我交朋友。你要这样说 ，OK， 直播间那些哥们，哎呀，我先下播休息2分钟，我就回来。茶叶现在怎么下的？您的茶叶真的很好。但牛的嘛的对吧？叫他端了呀，也得叫他端过的呀，牛嘛对吧？混出个的记得这个那边搞不起来，哪怕他们的嘛，他们可能呀，俺牛的呀，对的呀，茶叶看过，茶叶俺那个西域呀。我有4个不同的茶叶，绿茶加茉莉花茶的话，没多大绿茶那么多就有，你不得看，你不得红茶有，什么的白茶有，是不得黑茶有，黑茶的茶配出水到大的，红茶的茶俺们水到大的，可不多年这个人，茶干不的东巴巴了也不的，茶讲不大的没多远就的，那么些差不多嘛，成不水，多了不水节，什么绿水，跟这了也不多，到底那有呀，这那么呀，但有的呀，茶可跟有个。자 계란기스는 자 딩요기 있으기요죠. 자 장구디.因为 자 장구디 콘소 가부 치기도 와 치디 정도 추정을 하지. 어디 있으기래. 야, 단 고문 뒤지 통구리. 아니 黄茶没红茶冻的这个人红茶东西呀过来你去谈不的我们过去口个人到我这次当吧呀계란 한번 녀다 야 야连接错다 녀다 야야 단대 보사 여기 있으긴 야다 이다 보사라 다 녀지 마샤 보체제 고네 같이 치고 삼 조에네 야 내 보사 쪽에 어디 매비체제 다 텔레 보사 쪽 조빈 된장 지가 인지 민지패 아 양에 보면 숨게 미 럽송하게 된게 미출을 되기 있어 미래를 보면 주주 되기 있어 그래서 예 디레 콘조 조빈 디된장 제쇼 아 사르셔데 인다 랭게조 오야 녀차는 녀차이 이게 지티 아 콘조 뭐도스레 다 녀차송에 차 녀차송에 로바 야 단대 차 여기 쓰게 보사 대외배 녀차송에 차디리 차디 취디 종사 취정아 나와 찍지 당바 나와 찍지 당다면도 对吧他这可是中的취정아的差你종사 취정아的你懂취정아的你懂종사是的야你懂去대바 종사的话 차에 녀나 다 키랑 차에다 가른 녀녀 촌에 디나요 와 강부也是有啊 보면 좀 됐을래 맞아요. 왔다 보면 좀랑 가린 녀녀 촌에 디나요 다들 같이 자요 야샤도 그는 녀야 농게기나 야슈아 녀녀 촌에 디 대도 안해랑 좀 야슈아 녀녀 촌에 디야 어디 야 저랑 소리 녀녀 촌에 디 녀다 강 실로 보면 쉽죠 네 걔네들은 팀이다 야 달라서 오늘 예배 주 야종한 거 토지친 라 기본 용어쇼 아 아니 잘라디 오늘 야자 이치지지 잘라 약독당 오늘 나라 등만직지 이치지도 하고 최종아 종자 내 야쇼 디르지마 걔네들은 팀이다 인다 아우 뜻인 집다 이게 뜻인 것도 가래나 다디나네 이게 디 된디 디치고래 랑게 사제 민디게 잡고래 아니 라라 꾸고로 잘라디 나 걔라 사쇼가 녀고 맨다미시테 사이쇼게뉴 시게 메고 시게라 야치 야야 개오가래 녀도 제제벤디는 찐녀토가 문도 알레 도잉 나라 제마 소소 띠르루그래 소소 사자 가와데요 메 사자 디루 카바 안다루 아니 샤단치나 소소 사자 걔라 태게는 메신박로는 녀도 군달레 잘라디 태게는 녀야 유행에 띠르다도 간루셔 유바티니 녀토메나 마지 밥다 녀토그리 알레 마지 밥제 샤다 고아 야 자는 녀토그면도 다인다 녀다 땅에 지랑을 소매된 소주된 거 대도 아
kiranzu sotri nyoge chazande sotri di nyoda some mis shembe zane nyone nyo nge zane nyone nyo ina sotri nge zane nyoda di tri di zongsha tri dunju tamba zongsha tri dunju tamba de tinte kang shila gomo shibju tamba kula domje inda ya ko yangbo che patda 첨부 샹가 첨부 소지의 뒤뒤에 딱딱 가르치바 가이스나 코시 샹가 첨부도 와 레레를 고무 주네 봐다 근데 강 실을 고무 십주로 와 꿀러 넘제스기도 건조 대 소주 내자네 녀다 저랑 송원에 인다데 가자네 건조 소주 녀에 디가 붙이기 믹시고나 디녀다 고무 니스고다 모즈고 믹시디 꿀러 고무 정아 저 고무 십주 십신 믹시디 안기 니스니디 믹시디 안기 니스니들이 저라나 바고나 이 샤단사 투지친 아 제마라 고네쇼아 녀랑운에 부중을 저치기 오케이 녀랑 부지 자자장을 저치고 아 샤단之后谢谢啊感谢大家下单这个牙刷啊牙刷的对的工作养不起哪落这拉民度哪怕什么都刚来口民度感谢下单的朋友们祝你们发财啊你们相信我一次就可以了我不希望你们相信我2次3次就一次就够了我的东西好不好我这拉也不有名，我来听么几集的好苦的，我呢，对，我养观众那些装逼起的个面，我呢抖音抖加了些电商忙不了钱哦，我这个你妈钱差别，他俺路途讲个这个，旁我说个这个，哦，电商的那种俺这方面，我的那这拉装东西说他们俺头大住下，现俺都抖音直播了去啊，我的抖加去写了去股，我说还面不过东北那头大面多啊，还要东北的多，后来俺呢呀，还要那路茶园觉得行不多的。电站是面的这那种东的这吧，对工作，手机、牙刷，耶，上茶叶 ，OK， 茶叶开始过，茶叶绿茶过，红茶过，白茶过，你看他没对过，来过，首先我给你们看一下，红茶过呢啊，I'm sorry， 红茶过呢这里的，红茶的。红茶加真腻了，我们家的出去了过。红茶加真腻了，红茶的吸度多呢这个，像俺们水呢这个，我们家的出去了过，吃就点钟下，拿了的最多，像嘛不？像俺们水呢这个吸度多呢这个，开始加真腻牛逼呢，加真冲啊你点个多，买这2个送这2个 ，Yes sir，come on，yeah。你各位红茶各位下面的看过红茶喝过真的超不错哦呀茶叶看过买4个红茶各位绿茶各位白茶各位黑茶各位红茶你这些检查送啊当然给他做了茶先不得给这些检干这个呀红茶这边下呀茶配着说茶拿不过的你这bak中你了我们不就口骨从刚的落出去一下녹슨 놈보다 정말 크기 꿀러 고면 이슈 고면 야다 죽을라 잡혀졌어요 자 낙보 니 이야 잡혀졌어요 히타